本台發現有人租用康文署球場之後，再以分租形式租俾其他人打匹克球，咁估計每次最多可以賺過千蚊。有議員認為等於變相炒場，情況係點呢？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。近年有人租用康文署室內球場之後，將球場分租俾其他人打匹克球。有參加者認為，只要俾幾十蚊就有人租場，又可以同其他人輪流打波，有助佢哋參與運動。不過有人就擔心，如果太多人將場地分租圖利，會阻礙匹克球嘅發展，係咩原因呢？難唔難揾到呢個場？之前我有嚟過。每個星期 Ankie 都會嚟呢個室外球場打匹克球。除咗裝球網、貼膠帶，打波之前佢仲有一樣準備工作。因為其實啲波有啲線啊，如果打到啲樹葉係有啲危險。要玩就掃地，因為真係冇人用嘅關係，係冇人會掃地。匹克球融合咗網球、羽毛球、乒乓球元素，因為容易上手，近年喺本港迅速流行。Ankie 喺7個月之前接觸匹克球，從此愛上呢項運動。原本佢希望喺室內練習，但就好難預約到康文署場地，所以只能夠喺戶外場打波。我哋可能一班朋友，可能開2、3個電腦去 book 都冇可能會攞到嘅，即係可能你會睇到排隊等候中，你係排1萬幾、2萬幾，你就知道自己應該係冇機會㗎啦嗰日，真係好沮喪。你每一日7點起身，你6、7個人都 book 唔到嘅時候，咁你 book 都無謂啦，嘥時間。完全唔會再試㗎啦，真係放棄咗㗎啦。為咗推廣新興運動，政府指定12個室內體育館嘅主場俾市民預訂場地，打閃避球、匹克球、毽球等6項運動。要玩呢啲運動就要同籃球、羽毛球愛好者爭場。但有人喺網上發帖文，話已經預訂到康文署場地，只要俾錢俾佢就可以打波。呢一日，運動愛好者 Flora 去到一間康文署體育館打匹克球，1個鐘就要向租場嘅人俾25蚊。跟住先啊，快啲揾個位啊！邊個啱咪自動得㗎啦？你咁打冇問題啊！打完招呼之後，租場嘅人就去簽場同埋 set 場。之後佢就同其他參加者打波。呢個場原本係康文署室內羽毛球場，1個鐘收59蚊。呢一場波，租場嘅人預訂咗4個羽毛球場，即係場地費一共236蚊。除咗租場嘅人，現場另外亦都有15個人打緊波。如果全部參加者都要俾錢，扣除場地費用之後，佢可以透過分租場地賺大約140蚊。其實同佢哋都傾過下，話佢哋都好難去 book 場，咁可能對啲人嚟講習以無常啦。即係因為大家其實好簡單，其實個最初衷都係想做運動，都係想 book 場啫。得益其實都係賺錢嗰一班人咯，係啊。咁但係我又覺得，如果啲人佢係好願意去俾多少少錢，去為咗就係想去打嗰1個鐘、2個鐘咁，睇嗰個人值唔值啦？嗰個人可能覺得好值咧。李月敏一直喺本港推廣新興運動。佢話匹克球嘅場地要求特別，需要揾人共用場地。開初嘅時候咧，指定嘅體育館，你只要 book 咗個羽毛球場，你就可以參與運動啦。不過咧，後期喺個操作過程之中咧，其實就因為場地公開啊，但係你叫波咧碌過隔離嘅時候咧，佢最危險係咩咧？就踩波車。咁所以政府就跟住就規定，任何人想使用匹克球嘅，即係喺多用途體育館入邊咧，你根本就要包場啦。即係一用就用咗4個 court， 即係4個羽毛球場或者1個籃球場嘅尺寸。根據康文署規定，場地租用者必須係設施嘅使用者之一。使用設施之前，租用人需要出示有效嘅許可證或者批准信，而且不准轉讓。李月敏話：如果大家只係純粹夾錢租場，未必違反相關規定。起初我哋所知道咧，係啲朋友，喂，我有場咁，大家一齊打啫，咁咪一齊打咯。咁啊，大家其實即係夾錢去租場。即係啲朋友仔啦嚇，即係啲群組度，佢哋叫做飲茶錢。咁你早起身嗰個，咁係幫手攞到場嗰個，咁佢即係攞翻少少嘅即係服務費啦，佢哋叫做啊。咁佢哋都即係都慣嘅，因為其實錢又唔多。我哋所知道其實1個鐘1個場都係講緊幾廿蚊，甚至最多50蚊咁解啫嘛。同埋
好多時候其實嗰個人本身自己都係打緊嗰個項目啫嘛。呢個體育館有人組織80蚊2個鐘嘅拍球局，一共有24個人到場。除咗租場嘅人，如果另外23個人都要俾錢，佢哋一共要俾1840蚊。扣除2個鐘頭嘅場地費，估計租場嘅人可以賺接近1400蚊。租場嘅人話：佢有獨門方法，令佢可以不斷租到政府場。幾部機係咁睇得準，要睇得好準㗎。我 book 咗幾年場㗎啦，你用幾個屋企人㗎嘛，一齊試下。多人幫我 book 㗎，係啊。你就朝頭早7點鐘，應該話50幾分就入晒啲資料，跟住等。我哋再睇佢嘅網上記錄，呢個月已經預訂咗9次康文署場地，差唔多每一次都係租用咗2個鐘。市民想參加，每個鐘頭費用介乎25至40蚊不等。長生圍我都有，不過長生圍唔係冇得。長生圍窄好多。咁你一個人搞喎？係啊，我 book 到咪 book 到，book 唔到咪算都冇乜所謂嘅。多年嚟一直有炒場黨租用康體設施使用時段之後炒賣圖利。李月敏話：而家租場嘅人本身亦都提供一啲服務，令到整體情況出現咗灰色地帶。咁你叫佢簽聲明，佢話我簽咗聲明㗎，我冇牟利喎，我冇炒場喎，咁你政府免費俾我嘛？唔係啊嘛，咁我即係收翻我嗰個所有場租錢。咁你政府話咁你嗌我收啲，佢其實解釋到㗎。係啊，佢打拋球，球牌可能好私有嘅，咁但係好少人自己去帶波㗎喎，都搞掂嘅。咁你個波就唔使帶啦，去到佢有俾我，咁佢話我呢個就係提供體育設施嘅服務費俾你，你都好難捉㗎喎，其實。我哋可以喺網上睇到有多個唔同嘅帳戶發帖文將康文署場地分租，當中有部分係平日晚間或者星期日嘅租場黃金時段。有立法會議員認為而家情況對其他市民唔公平。我覺得呢個咧係會令到原本想book場嘅朋友咧就少咗機會去 book 到呢啲場。咁呢個咧對於即係場地嘅公平使用，或者係康文署向來以場地係俾普羅市民大眾一齊去享用嘅政策咧，可能係會有所違反。因為始終咧而家康文署嘅場地咧已經係非常之緊張。咁如果呢一種嘅變相形式嘅炒場咧，我自己都覺得咧係唔可以接受嘅。為咗打擊炒場，政府今個星期3實施新措施。包括禁止透過電腦程式或者其他自動化工具預訂康文署場地。違規嘅人，佢哋嘅康體通帳戶會被暫停使用360日。過去咧，亦都康文署亦都會用一啲放蛇嘅方法咧，去了解個實質嘅情況啦。即係可能佢透過放蛇，原來佢係大嘅經營嚟嘅，book緊10個8個場，跟住咧就收可能幾十個人嘅入場費嘅。咁我相信咧呢一個咧，就康文署要諗一諗係究竟有冇犯到規啦。如果冇嘅話，係咪需要即係去認真睇睇，係咪需要去處理，避免呢一件事發生咯？根據規劃署制定嘅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，每8000人要有一個羽毛球場。按750幾萬人口計算，全港嘅羽毛球場仲爭250幾個，網球場、籃球場等等亦都遠遠未達標。鄭泳舜建議政府應該做好長遠規劃，同時透過多個渠道增加體育場地供應。喺外國咧，喺場地供應方面咧，好多時候咧，除咗政府嘅供應之外咧，可能都會靠可能地區嘅一啲嘅球會啦，又或者係啲會所啦，以至到係一啲嘅私人嘅機構啦。其實咧個百分比咧，香港向來咧自己嘅投資都係比較多嘅。但係我相信咧，其實有更加多嘅空間咧，係可以做多啲唔同嘅體育嘅產業，或者係體育嘅場地嘅供應。時事多面睇，今集時間夠啦，拜拜。